錯啊，很方便，可以讓小朋友就是有一個地方可以活動，然後放電這樣。這邊的話，教玩具很多，然後可以讓小朋友嘗試不一樣的發展，有大肢體的，也有小動作的，對啊。那其他親子館其實每一個都還不錯，都有他們的特色主題。覺得這裡就是蠻特色的，因為這邊是以那個園藝為主題嘛，那蠻多就是其他親子館沒有看到的玩具，木頭的啊，或者是其他的相關的玩具這樣子。我想親子館呢，對我們呢代表的不只是一個空間的意義，它其實代表着家裡面不一樣的人對於孩子之間互動的一個大的環境跟可能性。所以我們看到了這個新的一代在照顧孩子的全家投入的過程，已經跟過去完全不一樣了。所以整個親子館給我們的精神就是全家，甚至阿公阿嬤、姨姨伯伯都會當台家族，咱做伙來期待囡仔在足豐富的環境內底，會當有足好的挑戰，有足好的學習，個足好。不港人甲伊鬥陣的互動。2012年的時候，其實在大港地區登革熱非常的嚴峻，那所以在這附近很多的居民就開始種所謂的香草，所以我們北區親子館其實就用在地的居民，而且香草的部分以這個自然的為主要的主軸，那再加上園藝的本身，讓孩子吸引的五感的部分，視覺、聽覺、嗅覺、味覺以及觸覺，而且從香草的部分也可以入自己的一個料理。我們從北區親子館的一些親子廚房的部分，也可以都做這樣的一個相關活動，都引起親子之間非常熱絡的一個熱烈的反應跟回響。所以我們在北區親子館是我們在地以園藝為特色的一個親子悠遊館。它這個活動中心的建築物哈，它很特別，就是1樓我們大合里在用的，就是辦一些公益活動啊哈，而且大型的。那2樓是日照，現在日照哈嘛是應該是講哈，咱的長照3.0嘛哈，很應付哈咱現在的需求嘛，因為都是老子化嘛。那親子館也很特別，啟發小孩子的他的那個應該啟蒙啦哈，因為他還沒開幕之前，他們都在我們樓下哈。我看在眼裡就覺得，這個親子館是真的是我們現在很迫切需要的哈，因為較早攏是一種阿嬤顧孫，因為生較少嘛哈，家長來顧這囡仔，他們一起遊戲，我是覺得這個很好。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2、1，北區親子悠遊館溫馨開幕。我們今天非常開心哈，可以一起到我們北區大合里成立我們親子悠遊館，那也是我們全市第13處的親子悠遊館。非常謝謝我們台南市議會的議員的幫忙跟協助，讓我們的政策呢可以一直的推动下去，來成就我們青年家庭減少負擔，而且呢可以受到政府政策的這個幫忙，讓他的小朋友可以有一個很好的空間來活動。在辦理親子悠遊館的過程，包括設計還有委辦，我們給這個昆山科大莊副校長他們的團隊來接手各個設計的項目跟課程的安排，我想是最適合我們台南市的市民。北區的大合里的這個親子悠遊館已經開幕了，歡迎我們的家長、小朋友、大朋友，大家一起來。你好，收看歡迎收看1月28號的中嘉台南電影新聞。海巡署南部分署為佇4處的漁港安檢所正式啟用，海委會主委管碧玲特別南下參加，並邀請台南市副市長蔣靈煌、安平開台天後宮主委羅友禮、全台西安董事長詹正義來擔任精彩貴賓，共同見證海巡新廳舍的落成。海巡署南部分署4處漁港安檢所伫咧28日舉行落成啟用典禮，象徵海巡基站執勤環境甲港區安全再升級。
海洋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碧玲特別南下出席，並甲台南市副市長蔣靈煌、安平開大體育總主委羅友禮、全台西南董事長詹正義等貴賓共同剪彩，見證新廳城正式啟用的重要時刻。請剪彩，請多新剪輯手套。工程注冊皆平安。我們在海上除了查緝毒品、查緝走私、查緝偷渡、查緝槍支等等，海巡在海上擔負的治安的責任，不亞於警政在陸域所擔負的治安責任。大家說對不對？對。除此以外，我們海巡的同仁救生救難，救援了無數的生命。去年1年，我們總共救援了600個人次，其中有100多人是外籍人士。所以，我們講古尼錦尼，我們遠洋的這個救援總共包括護漁，我們走了23047海里，嘟嘟啊和水赤道一圈。擔負的是救生救難、海上保護人民平安的責任，所以國安、治安跟平安，這就是我們海巡的兄弟心上所打起來的3安的任務。副市長蔣靈煌表示，4側安檢所是台南一個重要門戶，也是台南市的門面甲守護神，因此特別感謝所有海巡兄弟的辛勞付出。汽車安檢所是咱台南是一個很重要一個點，一個門戶了對吼。啊，這就是講像漁船，咱有看到倒這邊這漁船，伊只出入的安檢的部分，啊，佮有來就是講外來的有可能有人侵入的部分，所以這個部分是一個很重要一個場域，啊，叫這個門，所以一般講起來是講咱台南市一個門面一個守護神。所以在這裡也非常謝謝我們這個安檢所所有弟兄的這個辛勞啦。海巡兄弟當年徛佇咧第一線守護海疆，不僅肩負打擊走私、查緝不法，更守護個人生命財產安全，對着維護國安、治安甲社會平安具有重要意義。4側漁港是台南重要漁業甲觀光據點，安檢所設置會當強化港區管理甲海域防護能量，提升整體執勤的效率。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因為建築業普遍欠工，所以正大南港甲合同建設合作，除了共同開發 BIM 建築資訊模型的建模課程，也舉辦3天的教師研習營，將產業的實務經驗轉化為教學內容，希望積極來培育新的人才。為着讓建築科老師更打進產業現況，成大南港甲合同建設舉辦為期3天的演習，透過 BIM 建築資訊模型課程，內容結合產業實務流程，包括着建築資訊模型建構、應用情境甲工程實務案例，協助提升所謂營建專業能力。佇設計、施工甲管理，攏會當透過電腦來模擬，減少現場作業的錯誤。那因為施工的錯誤減少了之後，我們可以減少很多倍的打石，然後也透過這樣的關係呢，因為打石之後的污染會減少更多。那因為這樣子的關係呢，也可以減少很多的成本。這幾檔 AI 技術不止佇咧半導體，也是高科技產業應用，同款嘛會當用佇咧橋樑也是道路，透過來自產業的第一手資源，和學校老師更精準掌握產業趨勢甲技術需求。不能在課堂裡面只是授課而已，應該要跟實際的營建業者、真實的實際這個營建建築工地裡面的一些使用到的最高的科技能夠有所交流。如果在我們畫圖的時候遇到一些問題，或者是沒有辦法理解的，我會請教現場的工程師，或者是直接到工地裡面直接去看這個地方呢是怎麼來施作的。然後這樣我回來畫圖的時候，我可以更理解，然後也可以優化我的模型，讓我的模型呢更貼近就是實物上的樣子。學生嘛，聽就帶分享實習成果，在建築業欠工的狀況之下，希望透過演習，鼓勵更多學校開設 BIM 課程，導強化土木甲建築群在所謂營建領域的教學量能，培育更符合產業需求的專業人才。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
迎接過年，台南新華年會大街將在2月10號到15號連續6天登場，到時會有超過150台美食甲伴手禮駐紮佇老街甲大馬港廣場的周邊，同時嘛邀請金曲歌王徐文彬甲40外組的表演團體演出，而且今年閣是第一擺甲台南購物節結合來抽大獎。台南市長黃偉綽甲立委陳廷輝等多位貴賓做伙踏迎春聯，替新華年會大街的活動暖身宣傳，嘛祈求勝利興旺。今年以景美迎春過新華為主題，將強化在地特色，和遊客體驗無同款的年會大街。最近幾冬來有的足儕所在攏有辦年貨大街，但是人開機的是佇新華所以大家知影新華年貨大街已經是打出知名度，而且事實上伊當年節目攏愈來愈翻新。經發局掛保證，今年活動內容相當豐富，除了規劃150搭美食甲年會夜景單位之外，嘛找來知名文創市集，搭配着整體年節光環境布置，延長營業時間到暗時9點。另外，抑閣邀請金曲歌王徐文彬以及40外組演出團隊，經頭擺甲台南購物節結合抽大獎，借着互相兩邊的人氣互相拉抬，兩邊的獎品也互相加成。所以說，新華年貨大街有年貨大街的獎品，台南購物節有購物節的獎品。所以你只要來新華年貨大街消費，然後再去台南購物節網站登錄，然後就能夠參加兩邊的抽獎。活動時間對2月10號到15號連續6天，在新華老街以及大馬港廣場周邊登場。唔那帶動地方商機甲觀光人潮，更互市民朋友感受年節氛圍。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迎接過年，閣拄着寒流來襲，樂里社區歡樂社區內大基長輩無夠少會寒着，所以社區理事長蔡丁進結合台港鄉民生活關懷協會、甲鄉民曙光班校友會等單位，募集棉被甲真濟民生物資。26號由安南區副區長丁志剛共同來關心獻上祝福，場面相當溫馨。來到北線尾2路550巷，一台載滿棉被以及一袋裝滿白米、豆油、洗衫精等物資的貨車已經穿好勢，這攏是要送予樂里社區大基長輩愛心。因為迎接過年，閣拄着寒流，理事長蔡丁進驚社區內這群邊緣戶寒着，所以再次結合台港鄉民生活關懷協會、鄉民曙光班校友會等志工的出錢出力，募集相關物資來銷送。安南區副區長嘛專工出面關心，也親切替長輩遞上溫暖的帽仔，場面溫馨。那我們剛才從整條街過來，其實我們可以感受得到，因為這邊的居民其實對他們因都非常的熟悉，而且看到他們都非常的開心。那我相信就是說，因為有透過這些人，他們不斷的為社會的那個奉獻哈跟用心，那讓我們的社會的角落都充滿着那個溫暖。加溫暖了哈。嘿。政府資源有限，不過民力無限。樂里社區為了彌補政府的欠缺，除了寒冬送暖的行動，當集體大基長輩穿3長的愛心付出，已經第18天，更是使人感動。有很多的困境，各位看到了這些長者，他們居住的環境，真的不多花一份心來關注他們、關心他們。說不過去，所以我常常也自己親自送便當，來這邊也要看看他們的生活環境。那我知道他們說最近天氣較冷，因講會寒我才想到說，對哦，我3年前送他們棉被，3年後應該換了，所以我趕快要2位。理事長跟總幹事一起共襄盛舉來做這件事。好在有這群戰友彼此支援到小天，和理事長行善，不擱再單打獨鬥。當然嘛，希望更較濟友誼投入，替這群孤單無瓦殼的老人盡一份心力。台南新聞滾吉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里栽，生活時事搶先報。
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六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中嘉環評三冠王相助車先進社會責任，除了每一檔舉辦小小珠寶營活動，今年一開始，毛知名報告業者分2天4天處，總共超過100名學生實地到攝影棚參訪。學生不但親自操作攝影設備，同時體驗在珠寶台報新聞，感受新鮮趣味，嘛收穫滿滿。中嘉環評三冠王相助車為了回饋社區、善盡社會責任，帶領台南在地學生來認識媒體、親近媒體，每年舉辦小小珠寶的體驗活動。今年的寒假，都有多拿文理補習班來申請，分別有北區甲南區2個分校，分2天4個體處，總共900位學童到公司來參訪。佇個補習班的老師甲主任的帶領，每一梯大約有28位的學童，分做國小低年級甲中高年級。每一位小朋友到攝影棚，攏感覺相當的好奇。這裡很好玩，每次上去的時候都會很緊張。然後這裡有一些東西很酷。現場除了節目主持人的介紹節目製作的流程。另外，還有攝影設備的操作，尤其大型的攝影機，每一位小朋友攏相當的好奇，小姐輪流來體驗要安怎操作。因為鏡頭也可以動，這邊有一個觀景窗，有沒有？好，有沒有？裡面有沒有畫面？有畫面。對，有畫面哦。左手，右手，有沒有？你有看過攝影機？你有看嗎？我有啊，我們2個都有看過，非常的重，非常的重，非常的好玩，又非常的酷。攝影機重量怎麼樣？很重，但是很好玩。在介紹完攝影棚的器材甲設備以後，重要的任務就是坐上主報台，由小朋友一一來報上新聞。雖然是第一屆上主報台，有一寡心內可能會驚。不過大部分攏表現了袂歹。來自多納的小學員今日前往台南雙子星有線電視台，展開了一場精彩的攝影棚參訪體驗。活動中，學員們不僅親自操作專業的攝影設備，還了解了節目的完整流程。透過近距離的體驗，孩子們紛紛表示好玩又長知識。接下來透過鏡頭，讓我們一起來看看。上主播台呢？會緊張，只是會有一種就是成就感。好，那同學你呢？是第一次，所以剛上去會有點緊張，但是順的念完之後就可以，就念完就是也是會有一點成就感。他會出糗，在大家面前出糗，就是有點害怕，怕自己上台的時候會講錯。要當主播之前要先準備很多東西，然後要先背稿，也背台詞這樣。在小朋友輪番上主報台的同時，有部分的學童來進入副控室，實地了解新聞製作的過程。2天4體處的參訪，不但讓每一位小朋友感覺趣味，另外嘛攏收穫滿滿。台南新聞綜合報道。迎接農曆過年，台南市衛生局為了關心市民身心的健康，已經連續14天舉辦公益義診加心理的健康宣導，期待後民眾對頭開始煥然一新。同時會中嘛邀請臨床心理師公會等單位來相單位，提供多元的衛生教育資訊，場面相當熱鬧。關閉當時社區的往來寶貝所帶來雙工程的演出，對啦傳承在地文化，展現長輩身心健康促進的成功典範。嘛為今年新希望秀出愛活動加開書目。台南市衛生局每一當佇農曆過年前，為了關心市民的身心健康，攏會邀請臨床心理師公會、精神復健機構等相關單位來相單位宣導。
另外一個重頭戲，就是由米蘭時尚發行的13位設計師來替民眾義診，讓大家對頭開始煥然一新。該公益行動已經連續14檔，相當感心。會中副秘書長林永川嘛代表市長致敬感謝狀，提醒我們要隨時隨地的來留意這些弱勢團體、弱勢家庭，尤其是我們身旁的這些，我們要特別去關心、關愛他們。所以說我們衛生局也特別辦這個活動，也希望讓這個活動推廣到我們整個台南市。因為我們的義檢不是一般的義檢，我們都是專業等級的一個設計師的一個義檢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付出啦吼。我相信在每一次的義檢裡面，我們看到我們的民眾接受我們的改造之後，真的就是展現了一個新的一個希望。活動除了精神康復者精彩音樂表演，另外書法名師鄭清和甲董一良嘛現場寫春聯燒送，傳播新春的祝福，加上各單位的闖關義賣甲摸彩，將衛生局的廣場客家滿滿。衛生局長嘛親身贈送每年特色的紅包袋，為活動加添過年的喜氣。的這個身體的健康呢，其實也跟我們的心理健康是這個環環相扣。我們有一個美好的外表，其實也可以帶給我們心靈上很多的這個快樂哈。所以我們知道，尤其在我們現在這個社會的壓力很大，那很多的這個民眾呢都需要做心理的疏解。那我們呢拋磚引玉呢，我們先從我們的這個義檢啊，一年的這個新春新希望開始。衛生局提醒，一旦市民有情緒的困擾，都來打卡1925安心專線，有24點鐘免費的線頂心理諮詢等心理健康資源，請民眾多多利用。台南新聞管吉採訪報道。迎接過年，各企業的年終獎金一一公布，嘛引起上班族的討論。對發行平均9.7個月。個體7個月創新高等等，去年中不只是為了，更是為企業在景氣甲欠工壓力之下，穩定員工、留住人才重要指標。43歲的 Vicky 任職物業秘書半年，臨年中又遭惡意扣薪，上個月終於受不了，主動離職，所幸缺工潮下，不到1個月就找到新工作，薪資差不多，福利更好，順利無縫接軌新工作。就是我一開始進物業的時候，並不知道他並沒有年終這個狀況，是進這公司之後才發現沒有年終。對，然後後來呢，因為進去之後發現工作環境啊還蠻混亂的。所以說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種環境，所以我就決定在去年底的時候提離職。那提離職完之後呢，的下個月的薪資就被前公司前東家以一些奇怪的名目，克扣了大概將近1/3的薪水。然後我就跟前公司詢問這是怎麼扣的，然後他們的回答也是很不清楚。那直到我後來說，那如果是這樣子這麼不清楚的話，我就可能要向勞工局做申訴，然後最後才退還被扣的這筆薪資。62歲的 Candy 任職塑膠社出廠倉管6年，受關稅衝擊，公司簡單裁員，曾放無薪假，年終恐怕不到1個月。考量年紀與健康因素，目前暫不考慮轉職，選擇留在熟悉的職場。因為去年關稅的問題哈，我們無薪假是連續3個月，每週都多休2天。然後因為這個關係之後呢，我們的貨量還是沒有提升。後來我們就是用裁員第2波，裁員的話大概裁了10幾位，10幾位之後，我們的工作好像每個員工都可以正常上班，但是的貨量還是沒有接上來。所以我在想說，我們往年大概都會發1個月的年終，那今年可能沒有到這麼高的一個數字，因為像我們這種年紀這麼高了哈，你想要轉換跑道都是很不容易了。像我今年62歲了，你想投履歷出去，可能都沒有人想要看。對啊，所以我們就是想說，目前以穩定為主，就是說好就穩穩的做到退休這樣子。
交大碩士的製程工程師 A 瑪公司受惠 AI 訂單，年終與分紅超過3個月，但高壓工時，日均12個小時，假日也要輪班，讓他健康亮紅燈，在高薪與身心耗損之間陷入職涯抉擇。目前任職於科技廠，是生產線相關的工程師，年終分紅就受惠於 AI， 所以有比過往再多一些，但是相較於大家熟知的護國神山，可能就是沒有那麼的好。公司受惠 AI 的時間比較晚，可能再看看今年會不會好一些。根據人力銀行調查，已有65.4%企業確定發放年終，平均1.58個月，創下15年新高。年終最趕發的前5大產業，依序為金融、建築營造、科技、運輸物流以及醫療業，其中金融保險業平均1.97個月居冠，顯示獲利表現與留才需求仍是年終多寡的關鍵。這種調查呢，發現說呢，有65.4%的企業在2025年都會要來發放年終，而年終的平均月數呢是來到了1.58個月。這個數字調查呢，也是我們這個15年來的新高點哦。那至於前3名，包含像是我們熟悉的這個金融跟保險業了，他們發的年終呢，將近是來到2個月哦，有1.97個月。那麼另外呢，第2跟第3名呢，分別是這個營造不動產產業呢，第3名呢則是這個廣義的科技業。那當然呢，對許多企業來說呢，能夠發放這個年終獎金呢，最主要的就還是留下這個人才啦。然後有將近60%的企業是這麼認為的。不過呢，當然要怎麼樣才可以符合發放年終的條件呢？這最主要的原因呢，還是要看這個公司在年度的盈餘的狀況哦。第2當然就是看個人的績效了。但是如果呢，公司沒有辦法呢，在這個年底給大家呢一個這樣子的年終紅包，那有將近呢50%的企業他們會選擇可能包含像是提供一些紅利獎金啦，或者是用分紅的方式呢，還是希望可以讓員工過個好年。那但是呢，也是有一些產業在今年的表現不一定那麼理想哦，可能包含像是一些廣義的服務業，他們就是今年在徵不到人的情況之下呢，還有就是可能在各方面的盈餘狀況呢不如預期的話，就比較容易會讓這個員工失望，拿不到這個年終獎金。人力銀行指出，年終高低反映企業經營成果，但對於上班族而言，更應同步評估產業前景與職涯發展。年終固然重要，長期穩定成長空間與工作彈性，才是決定去留與轉職的關鍵考量。記者林慧台北報道。感謝收看1月28號的中嘉台南電視新聞，我是顧文佳，咱再會。1號選手出場，信心十足，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2號選手考場練習，看起來有些緊張，是過關了嗎？挑戰失敗，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待考區2人組第3次報考，這次如果真沒有考過，我就不要考了。我有辦法。騎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現在報名還有補助哦。阿媽你好，我是來給你送消防平安的，這是阮厝內24點鐘的保鏢。伫第一個時間，伊會當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講哦，隔壁有狀況發生。助警器有分偵煙室與定溫室，分別裝置於居家的不同環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預警防線，安裝完成按鍵測試，它將成為居家的守護者。安裝助警器，5增5國比哦。你聽過指差確認嗎？交通部於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運輸業駕駛人應落實路口停讓行人，並要求大客車駕駛人於路口要執行指差確認。
另外，大貨車駕駛人也於113年8月擴大響應，轉彎暫停，安全再行運動。大型車輛入口應停讓，只差確認安全有保障。公務人員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權，做成行政處分。